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你敢知影这个艺术品哦卖破病吼？伫台湾有一间专门替古籍文物伊伫百病专业修复师，那么讲吼，这个蔡顺仁伊伫意大利学到咱讲文物修复回来啦吼，专门为各项无共款的这个文物甲艺术品哦修复，这个时间所留落来这个伤痕，过一摆将这个古文物还原，帮助伊恢复时光的这个流转。顺贤在地拼修复，任重道远救文物。今日文化新台湾特别带你来看伊的故事。伫这间装潢真简单的厝内底，有一把有一点破旧的图，就放伫真大张的工作桌仔顶头。修复的师傅摕到真专业的技师，精神真集中，针对每一个破去破坏的所在，真精确观察，真有耐心，豆豆来补图。想要晓个所在，爱甲回年转去，来了以后爱甲小可甲整平，系啊，爱互伊安尼，迄个颜料安尼要剥落啊，还是讲安尼。晓甲安尼起起伏伏安尼，就是互伊尽量会当维持伊个结构的状态，会当会较平安尼。伊是蔡顺仁，台湾真出名的艺术文物修复师傅。因为伊细汉就真爱画图，伫大学时阵考入去东海大学美术系。伫毕业之前，因为整理伊家己学校作品的时阵，发现出真侪问题，后来伊嘛决定要走上修复的这条路。因为伫迄个东海遐较湿，所以讲迄内面生菇啊，是湿，有啥物体啊，什物的，所以讲迄阵是第一个看到讲，哪会可以画图会出现即个问题安尼。所以讲迄阵是就紧张的去问，迄阵是教授就是蒋勋蒋老师，伊就甲我讲其实图就像一个人安尼，嘛是会变老，来会破病安尼，所以讲你的图就是即摆就是破病啊。伊捌听教授讲过，伫欧洲修理画也是艺术品，是一门真专业的功夫。所以伊找真侪资料，伫做兵了后，就决定要去意大利。因为我甲一般的留学生较无共，就是因为我是为学师学校读，但是主要是学师开始。我第一个师傅就是，算是算应该世界有名的这个修复师，就是 Stefano Scavelli。我一直会记就是讲，伫意大利我学着上济物件，就是这修复内底爱需要pazienza，就是这个爱有耐心，爱有 open mind，就是讲你爱会当随时会当学习，随时会当拍开你的这个头壳，就是讲会当接受这个新的物件。所以讲，我感觉这两个观念最重要。蔡顺仁伫意大利用6、7年的时间摕到学位，嘛继续留伫欧洲对师傅继续学功夫。有10年的时间，伊伫欧美各国嘛看到因真重要的典藏作品。2012年，伊决定要转来到台湾，嘛开始修理伊第一个古籍。迄当时就是迄个舞蹈白沙茶酱的头家牛刘董事长。其实伊有一天听了我演讲的时阵，就走来找我，甲我问讲，蔡老师，所以讲你会晓修理这个判例水的模型嘛？我讲对。所以讲伊就讲，安尼你敢会当来，阮遐有一间庙，你来帮我看嘛？讲这是毋是迄个判例水的物件？有需要来甲做一个修复无？安尼，伊就甲我约好一天去八字间遐管理厅遐看。我看感觉讲，这间庙虽然讲无大。但是内面的即个物件看起来拢做有工做水的，来阮阁用即个红外线规个甲扫过，甲检查一下，发现讲内面可能99%拢是判例水，即个判例水老师做的彩绘啥，安尼，所以讲阮就甲极力推荐讲，即个物件可能为门开始。
修理庙的门神做甲真受到恶了，所以刷来蔡树林教育团队用2年的时间，让这座伫清朝康熙年间第2处世界大战了中间的庙，透过因的手重新整理，那变甲真新鲜，嘛阁互伊保留伊原本的古味，会使继续延续伊的香火。我其实对台湾的文化不是了解足深的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就是伫修复顶头的这个专业的训练，所以讲转来台湾以后，我开始对阮的文化、对阮的庙堂内底的这个艺术做较深的了解，佮发现讲，其实伫台湾遮冇足侪足好的作品，但是一般来讲，拢有人误会讲，迄就是庙内面的物件，迄毋是啥物伟大的作品，无一定过10年、过20冬以后，当阮开始家己的人会当较了解即个阮家己的土地，你会感觉讲会有一个认同感。原地厅的修复蔡顺利做甲真水快，嘛，互伊刷来的工课是真袂利。有真侪真古早的庙，包括台湾上古早的台南台湾府城城隍庙，佮台北艋舺龙山寺的门神。阁有台南关帝庙传说中上古早的关圣帝君的形象。另外，这是台南北河大仙寺的修复工课，这拢是蔡顺林教育团队所完成的。伊伫台湾古迹修复做出真好的成绩，嘛非常受到肯定。顺田在地饼修复任重道远，救文物，今日非常荣幸啦，会当邀请到蔡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蔡顺林 ，OK。哇，真正无简单啊！然后讲吼，10年满一钱，伫这个国外吼来讲拼10冬了，选择要来登来台湾，但是当阵吼其实是咧东海读这个美术系啦吼。啊，迄当阵是安那要过去，咱讲国外进展一下。我迄阵要毕业的时阵，进前我就看到我的图无卖出去的，无卖出去，拢生菇，啊有垃圾，反正有一块问题安尼出现啦。但是迄阵是台湾，其实无即种专业的即种系所啊，即种大学内底可能拄啊嘛开始咧酝酿讲，可能爱有即种的专业的人才爱来培养啊。所以讲迄阵是我最感谢我的启蒙老师，我的教授就是蒋勋蒋老师，啊迄阵就互我建议讲，啊无你会当去欧洲啊，去即个外国呢，参考一寡资料来啊，敢会当决定讲你后来想要做啥物？啊，即个物件就提醒我讲，其实即个物件应该是会当修复的，所以讲我就开始找一寡资料。啊，我家己上来的国家就是意大利，因为迄阵是咧学美术的时阵，我嘛定咧看莱昂纳多达芬奇的，就是达文西的物件，啊，有米开朗基罗的物件，其实我拢足亲切的。所以讲我就感觉讲，若是讲伫遮会当学到，伫意大利啦，会当学到即个修复的物件，啊，可以当看到我做爱即个艺术品，我感觉迄是足好的代志。所以讲即个梦想的持续到我这边做了，啊过来这行会做差不多当半安尼，啊我就准备好，我就去意大利安尼。是，但是当阵要去意大利的时阵，这个意大利的这个语言会通无？我一个巧可能拢袂晓讲，但是拍招呼的讲嗨安尼，可能拢袂晓讲，所以讲我就去啊。所以讲我其实伫遐我的最感谢就是即马伫即个辅仁大学，即个内底即个意大利文系内底即个教授陈义庭啊陈教授，因为伊是对我做伙自细汉呢做伙大汉的，所以讲伊后来伫遐咧读伊的即个意大利的语言教学，啊来我就过去对伊安尼，啊来一块即嘛即个应该讲这是语言学校，啊来嘛边打工，也洗盘洗碗，安尼伫餐厅内底。做即个做线工做线工是，所以迄当阵做线工的这个功夫吼，其实这个修复的时阵，头起先嘛是做线工，你的这个启明吼，老师吼，伫咧意大利遮，其实是看到你真粗勇啊吼，就甲你敬起来。以前我会当一工会当洗差不多500个迄个盘啊，500个迄个杯啊，是洗落。对啊。啊，头拄咱讲到这个老师啦吼，迄当阵经理的时阵，真正嘛是看到你粗勇啊粗勇。对啊，伊就看我讲。做灵活啊，啊嘛会当搬物件啊，所以讲伊就讲啊，无你来甲我斗相共安尼，啊我会当入伊的门下，安尼开始咧学修复安尼。所以一开始咧学，敢真正学会着，伊拢叫你做啥？伊就叫我扫地，啊搬物件，啊个就画徛。画徛，画徛就是因为伊无法度忍受，就是讲伊咧做
做有工的工课时阵，边有人咧行来行去，就是一个可能什么袂晓的，这个少年的，所以讲，但是我迄阵我有足感谢迄个阮之前做过兵的这个经验，阮知影讲安怎徛较轻松，但嘛会当较专心，啊，莫甲风爱着安尼，所以讲。我咧一边咧看伊咧做物件，就一边咧想讲，我以后要安怎做，要安怎做安尼。哦，就是偷学师的意思啦吼，所以当用看的啦吼，老师叫你发起，但是我用眼的安尼，偷偷来去。我就偷偷甲伊的迄个工具，伊的安怎讲调色盘，OK，伊咧放色的所在，我全部背起来。啊，背啦吼，用抄背啊抄起来。啊，以后伊咧调色，咧调这些的时候，我就知影讲，伊问对3个色，对5个色，啊，得当调出这色。哦。啊，我等于就偷。啊，所以讲，其实一开始差不多6、7个月，师傅根本就袂教你什么物件。是。其实迄阵时，我感觉迄是咧培养一个信任感。啊，来到6、7个月以后，我阁有开始做一寡，足基本，但是真正。这个熟学的这个训练，安尼。就是互你先看一下这功夫安怎去进行啦吼，但是先我互你这个目吼，互你先头脑先熟悉一下。啊，但是买手咱嘛讲吼，这个老师真正嘛是对你袂歹啦吼。是啦。豆豆互你看讲这个信任感吼，培养起来建立了吼，豆豆放手要互你去试验嘛啦吼。伊嘛讲哇，这就是爱甲你拍破。过去你伫东海遮所学的吼，迄种对美感的这个坚持，因为这个对修复工课来讲，真正你若是美感甲掺落去，这文本会变安怎？就是你感觉参加上侪你的家己的意见，还是你的想法，其实迄对这个原来艺术品是，其实对伊的修复是无啥物帮助的。因为你爱忠于伊的原味，忠于伊的即马留存下来一寡细节。是。这个细节的部分吼，其实真正咱头拄影片内底看，非常的幼弱啦吼。有当时啊，这个影像无法度定下的，但是还是一站一站安尼刻落去。阮就是刻伫这个1公分甲1公分内底，一平方公分内底来看这个足幼的物件安尼啊，一点怎么样解决啊，结做伙，伊就变做一个较完整的这个作品。是啦吼，所以这对于这个耐心的培养，自迄半年发起。豆豆啊，这个养成啦吼，所以迄当阵其实对着老师吼，嘛得学着真济啦吼。啊，买手有较大件的这个作品，甲咱小解者好无 ？OK，就是讲，阮开始慢慢咧做，啊来做甲可能会当开始练基本功的时阵，啊，这个师傅就会甲你，互你一款较大片的物件，但是你继续嘛是这一档两档咧做。做基本的，阮咧讲是一个安怎讲肌理的重建，就是讲伊顶头的这种纹路，啊伊的这个有凹凸的所在，你要甲模仿出来，甲做好出来。所以讲，其实我的基本上差不多2档的时阵拢咧做这。啊，但是迄就是训练我伫这个，主要是我目色做好，会当看到种内面的。全部的这个较幼的所在，啊来，阁有伊的色的这个判断，我会当做准的。真精准啊！吼，对着这老师的这卡谱，其实你修复过这个作品吼，真正是有够济啦。其实从欧洲买手过来到这个美国，因为一场这个大风灾啦吼，啊加这个咱讲作品，拢淹伫咧大水内底，迄当阵拄摕起来，迄臭扑味阁真重。臭扑味啊，阁规张乌嘛安尼，所以讲，但是迄张就是开始我为。一个可能一个小学徒，但是爱慢慢走向真正一个师傅的这个人员，师傅啊，嘛无到师傅，但是一个师傅人员的这个过程。所以讲，我嘛做感谢这几档啊安尼，老天给我安排安尼，就是讲会当一关安尼过，啊会当拄着奇奇怪，其实真正是奇奇怪怪，你就知影讲，迄艺术的这个。品相啊，这个伊的面相是足快的。是，头拄仔咱讲吼，自欧洲甲这个美国是这个修复，咱讲的这个小公主吼，这白啦吼，细项啊物件是样吗？差不多60几公分。啊来，伊是这个椭圆形的半圆啊呢。是。所以讲伊是一张足水的这个肖像画。啊，阮开足侪时间咧修理的，一工差不多拢爱8点钟，爱甲背啊。就像你咧病院内底安尼。甲做这个医病的这个动作安尼，是真正咧医病啦吼。咱讲这个你的艺术品，就这个东海大学吼，这个过去所画的生菇啊，买手啊，你有甲求无？
我即马也无时间，无时间先救别人的啦。其实时间十几个物件是拢无所在，无时间来修理的，真的。但是咱看到伫咧国际上，伫欧洲甲美国拢有你的这个作品吼。其实伫这个2015年，佫有另外一个作品，是咱台湾的发生的这个代志吼，你嘛是甲修复起来。迄个经验是安怎？这个图应该是意大利遐过来电的，伊可能就是大家拢看新闻，即摆看 YouTube 嘛，拢看到这后就是有去用破去安尼。所以讲，其实我看到这，其实对阮来讲就是，破的坑是真大，但是伊爱需要用到的工，其实就是阮这几年安尼慢慢练起来的这个真功夫啦。所以讲，我就问三个伊的这个条件，第一就是时间，是，你要偌久互我修理 ，OK。第二个就是空间，你要伫对修理，第三个就是。你敢有足够的经费来修理？我感觉这就是一个 business， 这就是一个当你的技术已经会当精准到一个程度的时阵，其实这对我来讲就是讲，我甲这上重要的3点做好评估以后，你得当去对伊做一个修复的这个动作。其实咱讲吼，自这个国外转来到台湾吼，其实嘛是一大步啦吼。等到遮差不多8、9档的这个时间啊，那么拄国外这个经验，你头讲的。前10档啊，要转来台湾，其实吼，即阵是有家己这团队，但是团队都甲过去吼，家己一个人伫咧国外咧战，有影无共，尤其要带这个团队，拢是来自吼4面的这个人吼，虽然拢有这个美术的底，啊，恁家调的时阵，吼，有叫因学徛无？唔敢啦吼，因为这是我感觉台湾甲可能甲欧洲甲日本的这个情形，你袂当一并而论啊，因为讲。这其实文化就差足济，尤其是今嘛可能你的训练你的教育的这个方法，嘛是爱随这个社会的状况来做一寡改变。所以讲，阮今嘛其实来到阮遮，慢慢留落来，慢慢做，慢慢学的人愈来愈济，今嘛20几个啊。但是阮一般来讲以前啦吼，像。头5档可能开足侪时间咧做这个教育的这个训练是，但是基本上公司可能赚的钱拢无够来付一寡。你看这个就是阮的这个时间成本跟人力成本，但是阮慢慢了解这个可能内底制度帮怎建立，教育的这个方法是安怎，所以讲慢慢为差不多第7天、第8天开始就发现讲，阮其实会当安怎做，另外也会当。边做工课嘛会当是真正学到做好的功夫，所以讲遐开出这个时间许可嘛。但是对我来讲，今嘛搁咧改进，因为我感觉一个公司就是，你若是既然你要开公司，公司就是不断的进步，不是讲遮做较好啊，安尼就好啊。是，无可能，因为阮的竞争是来自四面八方嘛，所以讲我一直甲我的团队讲，我毋是只有要做台湾的物件，我是要做国际物件，因为我知影。上大的挑战是来自国际，其实台湾嘛是国际一部分，所以讲一定要安尼想啊。因慢慢因的眼光就拍开啊。有影吼，所以咱要带观众朋友过来看讲吼，这个蔡老师、蔡头家吼，即阵带伊的团队啦吼，安怎要拼台湾队走向国际，先做来看。公司文化核心，团队合作。蔡顺林的修复团队目前伫婚林关西内张寮家庙整理一间古迹，每天早起8点，修复团队拢会固定开会，由现场负责组长来分配甲交代一天的工作。直接上工。张寮家庙中湾堂是国家3级古迹，嘛是来自福建萧安，说张寮客家人的重要精神甲信仰中心。上早是起伫西元1848年，后来伫1891年，互一场风台毁掉。后来佮经过日本人来台湾的动乱时期，一直到1926年，才伫现在的所在定起。了后呢，维护几啊摆去啊，去讲阮的族亲拢爱佮去讲募款啦。募款来维修这个做厝顶啦、老虎啦，是讲都要用一支的迄铁啊，甲堵咧安尼啦吼。迄阵实在是困难吼。尾仔才想着讲，咱的公部门、咱的客委会，有咧注重这点，有咧注重。咱这是迄个古迹啊嘛吼，限定的这个历史建物。所以呢了后呢，就开始咱的客委会呢，就甲咱开始补助。
补助来维护这个工课。因为争取到政府的补助来维护修补，嘛伫正特别的机缘，找到蔡顺林甲伊的团队。所以阮迄阵就讲坚持甲文化组这边建议，讲是不是由蔡胜润来做？结果人蔡胜润嘛标到啦，人嘛讲照迄个做程序来标有标到，所以因继续陆续就一期二期就做，做了嘛，咱嘛真满意啦。蔡顺林的修复团队每工拢伫中寮家庙每一个所在，每一个人有一个家己负责的地区，有的是针对已经垃圾损害结构来加强清洁，有的是来做后刷补习，也是全部拢来定期油漆。这一位年纪正少年的修复师傅，有的是美术科班出身，有的是来自甲文化相关的科系。伫个正式家己团队开始动手之前，因拢经过蔡顺林正严格的要求。老师给我的感觉是，就是较有规矩、有原则，是做代志爱有规矩，就是讲你来就爱较有原则，就是物件爱传好，才会当开始。物件若无传好、无准备好，袂当开始。我感觉蔡老师是一个足用心的人，对因为修复这个工课是爱足用心，搁耐心去做的，搁开时间。对，所以我感觉伊嘛是用心互大家员工就是爱做用心去做这个工课，每一步拢爱想好，甲继续做。因逐工拢会听到阮咧伫遐，应该讲甲因提醒的两个字，就是你爱不断的练习再练习，就是讲你来遮做的时阵，你 touch 到，你就是你真正咧施作的时阵，你触碰古迹，毋是练习，迄个练习是你爱平常时就爱准备好啊。就是因为蔡顺林做代志真认真，伊的修复团队嘛是以万工出幼会真出名，一步一脚印的工作态度嘛真受到外界的肯定。蔡老师伊真有原则啦伊咧做工课，伊的团队伫维护伫维修啊，真有原则这样物件做起来都是爱有迄个价值性、迄个历史性因为阮有文化处迄个教授伫遐监督咧伊不时来甲看人蔡顺老师人画了嘛，人维护了嘛真好所以因咧老师嘛拢来甲看拢无甲嫌啦无甲嫌，就表示讲伊功夫有甲遐啦中寮家庙整体修复工作目前搁在进行，嘛望伫蔡顺林甲伊的团队点点滴滴的用心，会使互这座国家三级古迹未来会使以愈较完整的面貌甲大家见面。原来阮庙内底，足侪足水的艺术品，一定毋是全部庙内面的物件拢是艺术品，但是伫庙内底一定有足侪艺术品存在。所以讲，我就是抱持这个观念。所以讲，我感觉讲你面对这个物件的态度，其实毋是面对一个凊彩讲庙内面啥物物件学袂处理你的。其实你爱想讲，这伫未来，因为今麦的人佫无法度了解伊的价值，这个对文化、对传统的这个重视，爱大家做伙来。咱看到这个蔡老师蔡头家伫咧带团队真正有影顶真啦甲这过去咱讲国际这个经验早倒来台湾，其实咱头拄嘛讲过啦国际处理的是咱讲亲像这个教堂也好啦这个大型的这个艺术品也好啦倒来到台湾，其实咱庙里嘛有真侪艺术品，但是有的人拢甲伊当做是一般的这个梦想庙里的物件尔啦安怎这个态度互因变一个无 ？OK， 其实阮转来台湾以后嘛是处理足侪艺术品的，但是真正互我感觉做经验经验的是讲，伫阮的庙内底，其实我嘛是我开始学修复了伫遐做工课做要10档了，转来以后我较会当去注意到讲，原来阮庙内底足侪足水的艺术品，我袂甲伊当作是庙内面物件有啥物，其实伊的风格足特别，伊的笔法，伊的
有功的所在，足侪。其实伊拢符合即个，阮咧讲这是毋是艺术品的即个条件。OK。所以讲，我就开始咧想讲，其实伫内底，阮以前无即个传统讲爱甲保护、甲保存，反正可能10档，阮就可能小的即个处理一下，啊，20档阮就换掉啊，因为阮的光耀门楣嘛，阮就爱换较大，爱换较水安尼。但是我会当讲就是，以前诶人咧处理这即种，阮讲。艺术，也是讲这种匠师，其实因的才情，因拢做有才华的。所以讲，我感觉一定毋是全部庙内面的物件拢是艺术品，但是伫庙内底一定有足多艺术品存在。所以讲，我就是抱持这个观念，啊，带阮团队开始做研究，啊，开始慢慢来做这个，尤其是对以前咧回来的时阵，头5档上济就是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讲，台南遮这个潘丽水的问题啊。陈玉芳啊，陈秀仪啊，因的问题，其实拢互阮足侪即个足好诶、足宝贵诶即个经验诶累积。啊，我嘛是秉持即个修复，用艺术品诶即个修复诶细致度，是来针对因诶全部诶病况，因诶即个可能我讲破病即个状况所在来个做修复。是，所以讲我感觉讲你面对即个物件诶态度。其实毋是面对一个凊彩讲啊，庙内面啥物物件学袂处理你的。其实你爱想讲，这伫未来，因为今卖的人佫无法度了解伊的价值。OK。艺术品的价值甲伊的市场上的这个价值，你都无法度了解。所以讲，我的意思是讲，若是我会当为这个授课的这个专业来做一个做精准的分析，啊来甲伊保持，甚至会当。恢复伊原来应该有的这个光彩，是，毋是恢复到伊拄啊做好安尼新鲜的这个。有人讲吼，真侪台湾拢是不懂的这个修复啦吼，互伊看到咱讲的面目全非安尼吼。迄嘛毋是讲，嘛是足简单的讲这个，你看喏，修旧如旧嘛，毋是遮简单的修旧如旧安尼。其实你爱看伊本身的条件，啊，你的介入的可能性，是，啊来互伊适当的医疗，其实都像。是病人嘛，叫病人安尼，所以讲，我感觉阮的团队就是拢是受到这方面的这个教育，啊嘛是慢慢，其实在慢慢，伫团队内底都爱慢慢教。你何况是一般可能教这较无相关的这个一般的民众，所以讲，阮就是爱用故事，爱用这个图片，来讲伊看到讲，修复的前中后，伊的变化是安怎？啊，阮所有使用的这个手法。用上明了、上这个会当可能讲故事的方法来讲互大家听，所以讲这嘛是阮 TSC 伫这个社会这几档啊，互大家支持。但是阮嘛是一直就是坚持咧做的代志，就是讲阮希望甲这个过程会当推广互大家，但是是用讲故事的方法，莫去讲迄理论啊，讲遐一堆困难物件留互阮，但是。这个对文化、对传统的这个重视，爱大家做伙来。重视有影是规个人吼，这个共心啊，尤其咱讲吼，修理文物还是修复文物吼，真正是咧修心。那对你来讲爱修心，其实吼，对于咱讲吼，譬如讲你走庙里啦吼，啊真济，有当时啊嘛有无共款的这个意见，会好你啦吼，但是你安怎去处理掉这个无共款的这个意见？其实庙就像嘛像这边安尼，嘛像规个种团体安尼，其实因是。做这个能人志士嘛好啊，这个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啥物拢有，因拢做伙嘛。所以讲因对这嘛有无共的看法啊，所以讲阮得爱较有耐心的来甲因解说。是啊，嘛是爱找足侪这种参考的资料，互因看，互因比较。是啊，像阮之前有修理一间庙较大间的，做像日式的这个东大寺安尼，所以讲阮得爱互因看讲内面的修复细节，这细节当做到什么程度？啊，来伊的色，我慢慢调，慢慢做一个整体的融合，会当恢复到伊是一个足完整的这个状况。啊，来其实这个讨论其实要维持长的时间，是几个月的时间，是讲一摆两摆安尼就怪够了。所以讲这是。阮一直咧面对的问题啦。其实你莫讲庙，其实你对艺术品来讲，虽然讲是足大的这个咧做收藏的这个收藏家，但是因对于大家逐项的因的艺术品嘛，毋是讲完全了解。啊，有人是足了解的，但是伊嘛有伊家己意见。所以讲，阮就爱甲因讲，我会当
做到的这个程度是伫对安尼，嘿，慢慢讨论啦，慢慢讨论吼。咱讲有当时啊处理文物的物件，电脑好处理，处理人的问题，电脑啊，这个食脑筋啊，伤脑筋啊吼，所以真正这个面对的这个问题哈，百款哈，有当时啊。也是的吼，讲啊，我著等下好好处理这个文物的物件就好啊吼。但是总是这个文化爱建立吼，其实从这个蔡顺任这个老师的这个身上，都另外一种文化的这个精神吼，就是医病吼，医文物的这个精神。你嘛讲吼，这个文化这个代志，其实爱有商业的这个头脑伫内底啦吼。商业头脑，亲像你这个一书的这个制服开始啦吼。甲日本人同款，因对于这文物的这修复内底，伊嘛是真坚持，有因的这个理念伫咧。所以吼，这个制服穿起来，代表你咧做工课啊。你伫这个公司要好好的面对这块文物甲艺术品，所以你的态度，对为穿起来，开始做工课第一秒你就开始，做到你甲沙烫掉为止。所以讲，阮咧做这个代志，我家己。嘛是，我讲我逐工嘛咧学物件，因为多主持人讲无，就是讲对我来讲，工课内底应该讲上快乐的代志，就是咧修复的时阵。但是其实我袂当安尼想啊，因为我爱做的物件是管理，我的全部的品质出来，不管我团队内对一个人咧做，这个不管是民众，还是讲这个业主，拢是有信心的，拢是会当信服讲对。恁的团队做出来物件就是上好的，恁的公司会当出品的物件，就是互人放心的。所以讲我安怎去调整这个团队，安怎做管理，来个有，因为阮可能有这2-3档开始做一寡工程的物件，我就要去考虑到现金，个有这个人的这个人事的这个调动，个团队可能北中南。工一个时间拢有安尼做，我要安怎来做这个上好的这个调动的这个时刻，所以讲嘛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大的挑战。我感觉啦，我成为一个管理者，我搁咧学啊，搁咧学，老师真正谦虚啦吼。不过咱看到讲吼，其实规个这个团队啦吼，自你讲转来到即阵吼，甲家己开业吼，嘛这个5档以上的这个期间啦吼，所以安尼看起来，嘛该有这个成绩。咱嘛讲吼，这个业界的这个标准，希望会当对着这个文化继续向前。因为咱头拄嘛讲的，要拍台湾对国际杯啦吼，是安怎搁有这个想法，互大家这个工业的吼，做伙对起来无？我感觉，因为我感觉我足好命，因为我。转来台湾前10档是伫外国，嘛对着足好的师傅，你比足好的公司咧做工课，所以我感觉讲做修复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其实做任何一个行业拢有标准的，饮料有饮料上悬的标准，做电子相关的标准，手机啊相关的标准拢有嘛。所以我感觉伫修复者，伊嘛是应该有一个相关的标准，但是逐工拢爱调整，逐家拢爱提升，所以讲。我感觉讲，其实转来这个团队了，其实伫台湾遮，因可能无法度，真正是你看，逐工咧看着讲到位嘛有咧修复，修起来的物件嘛是这个国际性的、国际标准的，这个。所以讲，我拄仔来讲的就是，阮的这个教育甲训练内底，就是爱互因做侪这种的资源，爱互因看到。所以讲，我嘛会参考做侪。国际的这个团队，也是讲阮台湾做做优秀的这个人物，像我有一个做好朋友是江振成，伊嘛是为外国安尼开做做米其林，转来遮，其实伊嘛是互伊的团队，互伊一个理想，就讲，不管你是伫台湾还是伫对，你拢会当开到米其林。其实我对我的团队的这个要求，其实嘛是相共的，就是讲。你莫一直想你是台湾的，阮其实台湾嘛是国际一部分，所以讲你咧做的代志，其实你爱加看，你爱加思考，阮咧做的有一天嘛是会影响到国际。OK， 所以讲我一直的想法就是讲，我会当为可能无法度全世界，但是至少这2档会开始慢慢为着这个亚洲遮会当可能新加坡啊、澳门啊、香港啊遮会当开始慢慢来拓展。是，其实阮对日本遮。嘛是有足亲的，这个安怎讲？友谊关系伫的。但是我可能为2016还是17开始，我逐档拢互日本有邀请去遐做这个演讲甲发表。所以讲，我感觉日本是对修复是一个足坚持的，足坚持嘛，对因来讲是一个足安怎讲足 pride、足自豪的这个，做骄傲的这个，因为因伫
的确因确实是讲有做到这个国际的这个品质，甚至是行伫头前的哦。有影啦吼，所以咱台湾安怎吼维持这个国际这个能量，唔那是讲吼台湾敢若本土尔，台湾嘛是有国际这个标准伫吼，啊就蔡老师的这个欣赏嘛咱看吼，啊虽然要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其实咱讲吼，伫咧公司内底吼。这个实验室也好啦，吼，还是讲材料这个部分吼，其实嘛是公司经营的一大重点吼，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老师现在调这久的吼。嘿，因为这个伊这是吼，咱爱调甲跟那个原物件吼，要相同的颜色。哎呀，同款的颜色，安尼做起来、修复起来，颜色才袂有落差。所以你本身的这个色彩，迄个你有爱真强的吼。对。比例这一定要有，哎呀，阮的专业吼一定爱真强，不然哎呀，无你无法度去调色。什么时从什么时爱加起来，什么时啊，然后调起来，你再判断看。缺少什么些啊？你再加上去，再来加。有真久长历史的张廖家庙中晚堂，因为长期风吹日拍搁雨淋，所以真侪条仔拢已经就起，顶头的土嘛拢落实落甲真严重。蔡顺林的团队成员，有的是先甲这个条仔做补强来加强伊的结果，有的是针对太过的所在，先甲伊清好清气。再个用无共款的油彩调出甲原本庙里共款色水的色，一笔一笔来修复，希望完成了会使来接近原本这个庙的色调。阮的主要的目标是这个科幻章的物件，爱甲修理好。啊，所以讲你会当看到讲，这幅图就是可能过了这8十几档以后，伊会破损的情形啊，做侪这个垃圾物件，拢甲伊调到伙。团队伫各级修复的过程，每一个细节，佮有每一种使用的材料，全部拢是来自工作总部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像这点就是阮的放颜料，各式各样的颜料层。所以讲有这种，人讲这种树脂型的修复专用的颜料，啊嘛有一般的，可能嘛是较好白煮，但是是这个亚克力树脂的颜料。啊，来你然后看这是清洁的材料，啊来这是粘着剂的材料，加固的材料，啊这是各式各样从世界各地来的，啊也有这种制成品的，也有粉末状这个未成品的，哈这些原料的这个补土类的东西，bottle，所以讲这一柜大概就是我从台湾回来到现在8年多。慢慢一点收集累积的这个材料哈。除了满厝间的修复材料，蔡顺林搁以台湾庙里常常看到的红、黄、蓝、绿、乌这5种色，搁加上一点保护层，来试看卖实地会有啥物无同款的变化。你今日庙内面这7个色一定拢有。啊，阮咧做啥物咧？你会看到讲，叫密码买记就是，阮咧。试验讲，我用什么款的 coating 做起会有发生什么款的这个变化？啊，伊的色水是安怎？啊，伊的光泽是安怎？所以讲你看到讲，其实你安尼看，特定拢无啥共，造成的效果拢无啥共。啊，阮做了以后，阮能放伫开放空间，有一拍，还有一日晒，啊，伊就自然老化，就模仿这个真正这个古迹，搁再加这个庙宇。因真正会面临的状况。为当初决定要去意大利学艺术品的修复，后来倒来到台湾参与庙的精修，蔡顺林的脚步嘛已经徛使咯。伊嘛想要来对家己生长的土地会使有一寡贡献，希望会使来改变一般人对古迹修复的观念。其实有足侪足有的物件，当伫庙内底发生。啊，所以讲，阮就是爱用阮的成果表现吼，互大家看，互社会知影讲，伫即个古迹，伫即个庙堂内面做修复嘛，是会当做甲遮尔有功安尼。修复是一个足好的方法，会当互你家己找到你家己的定位，因为你会当
回头去看嘛，去研究讲以前，阮这块土，阮这个土地顶头，阮有做过啥物足好的，阮有留落来啥物足好的、足重要的这个讯息。所以讲，我感觉经过修复，就是会当甲这块细节、这块讯息，会当重新的甲伊回溯回来安尼。修好就亲像是一段时间的旅行，会使互古迹艺术品佮庙寺来继续延续因的生命。对蔡顺林来讲，这嘛是伊生活的态度。顺贤在地拼修复，任重道远救文物啦吼。其实咱头拄嘛看到讲这团队哦，其实内底有一个实验室。咱一般想起来，毋就是去修复的话，为什么搁爱实验呢？就是因为你咧要救人，你得救道，救门神，你得做侪材料。所以讲其实，尤其是像你咧做清洁。你咧甲物件，我较讲较洗好清气。是，其实这顶头有足侪学问的。哦。啊，你要用着足侪化学的物件来做这个清理，因为你唔知影伊进前受到啥物伤害，啊有互啥物物件定砍起哩，还是讲伊本身的材质有这个已经可能开始老化，腐气啊，还是讲伊已经黄化变乌啊，然后反乌。反正足侪奇奇怪怪的问题，所以讲你要用足侪即个化学的即个材料来甲伊做即个清洗，来甲伊做即个保护嘛好，还是讲你爱甲伊做一寡即个分析研究，所以讲你较会通确定讲你爱使用什么方式来做，所以讲阮伫即个修复内底啦，其实有除了你的执行，吼你的动作有一个修复规范甲原则以外，佫有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材料的。选择嘛是有即个规范、挂原则，一个原则，对，这个原则。所以讲，阮伫台湾其实这几档落来，其实以前啦，拄开始的时阵嘛是一直靠进口来买一寡即个外国用惯式的即个物件，但是慢慢甲遮的即个，不管是即个科学的人员，还是讲即个化工行内底的人，开始慢慢熟悉以后，发现讲其实台湾就是一个。以前做这个化工是足厉害的国家嘛，所以讲我就想讲，这一定有适合的物件，会当来慢慢甲做这个替代。真正互你找到？真正找到，就是讲，其实阮伫遮一般咧使用的，像阮的solvent，就是阮讲的这个溶剂，吼咧做清洗的物件的。你遮的这个基本的材料、基本的这个溶剂，其实伫台湾拢足好买着，而且伊的品质。嘛是世界级的，所以讲，阮伫即个材料的即个使用的成本了，就像即个在做清洗即个遮的成本就降落来啊。是，但是嘛有足侪真侪即种机器，因为这算小众的，这做小众、做密取的一个专业。是，所以讲这无大到讲足侪公司想要生产即款物件，但是奇怪的是，阮伫外国真正买到这像讲。有修复，毋是阮有时爱来烫一款物件，爱用这个修复会当可控温室，会当控制这个温度的这个小熨斗，温度啊。结果阮很快看，Made in Taiwan，但是迄就是外销，迄就绝对无可能伫遮买。哦，所以这市场。所以讲你就是飞出去，佮飞转来。讲你贵。变外来品啊。外来品，所以讲你贵的是伊贵的这个航运费啊，还有伊的关税等等的。但是你就知影讲。其实，若是讲这个行业慢慢伫台湾，才真正会当生根，慢慢发展起来，会当散播到这个亚洲各个国家。其实，阮是足有机会，甲这个产品若是讲这个，就是修复等级的，修复这个等级的物件，会当做出来。其实伊的 value，伊的价值的提升哦。所以有影真正吼，咱讲这个文化若是建立了吼，真正这个产业链就会形成了吼，所以。这个唔啦，过去咱讲吼，这个材料靠进口，咱台湾其实都有啦吼，所以这个产业链那是有影落去的，真正不得了啦吼。但是咱头拄嘛讲着吼，其实咱讲若是要甲伊化做一个商业化这个机制来看吼，其实佫一步爱来吼。你头拄嘛讲着，保存科学有伊的这个原则，恁其实嘛佫爱另外上课呢。其实阮咧这个训练这个员工的时阵啊，也是我家己。嘛，拢爱请这个专门的这个安怎讲
保存科学的这个人员来帮阮上课，差不多1个月定一一届，因为这里面有足侪化学物件，袂当改，就是阮这种头脑虽然讲是专业训练过，但是我感觉一行归一行，就是讲你的真正是这个科学的这个人员，伊会当用足精准的方式，甲你解释讲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代志啊，而且你可以当想着讲以后。若是讲面对这个问题时，你会当避险，你当避开这个风险。就讲你若是用到的这个溶剂唔对，你用到的这个材料唔对，可能就会甲这个脆弱已经本来破病的人，你就可能跟愈大来愈大的伤害啊。愈病啦，所以讲，阮就爱用正确的这个方法甲这个材料来去使用，来使用。是啦吼，真正逐项拢是咧学问伫咧啦吼，所以咱看到吼，这个毋但是修复，内底佫掺真侪科学的这个物件内底啦吼。所以咱嘛讲到吼，这个修复的这团队其实吼20外个吼，嘛是一个 team 啊吼。啊，这个 team 内底其实咱讲吼，除了这个蔡老师以外，这个其实查甫的无济啦吼，现在拢是查某的。因为我伫台湾，我毋知。就是这8档以后，8档以来，就是我开公司已經8檔啊，公司第8檔啊吼。啊，其實找到的查某一直拢足少的，所以我嘛足歡迎台灣的有志之士的青年，咁加入阮的團隊。但是一般來講，阮甲阮的這個員工的這個相處落來，攏感覺講，其實真正因咧做工課啦。因為阮團隊內底即馬嘛是各有4個查甫的，但是講咧做工課起來就是攏愛做有耐心啦。啊，你愛慢慢豆豆安尼做啊，重複性的物件做多。所以講我感覺阮的唔管是當然唔管是查某還是查某的員工，攏其實表現足好，但是查某員工又較濟嘛，所以講我會當觀察到就是講因的耐心，有路的物件，啊，因會慢慢學習了以後，因個會練習，因會不斷的重複的重複的練習，我感覺是最重要的代志。就是講練習再練習啦吼，所以真正若是有這個查甫朋友吼，會使來這個蔡老師因的這個團隊內底吼進行這個修復哈。但是咱頭拄嘛講到，修復其實有分真濟這個戰術啦吼。啊，其實咱若是要講頭拄啊，這個產業鏈要有一個這個進行還是進展的話吼，其實伊要有一個規模啦吼。其實咱講吼，除了修復以外吼，佫有真濟維持的物件會當去進行，這嘛是咱講公司會當去推行。其實阮的公司即馬就開始幫做做，唔管是可能病院啊，還是講企業啊。或者是講銀行啊等等，這種阮的客戶有較大啊較濟這個藝術品咧收的所在，阮就幫伊做規個這個零設計。就算講規個這個 storage 就是新的這個庫房的規個設計。啊來，伊的內底佫上重要的是要安怎管理。因為你一定愛電視，你可能嘛有這個買賣的這個動作出現，對吧？啊，若是你要隨時個移動。你要安怎耍，上輕鬆啊，上安全。所以講，阮佇這個內面，阮就有足濟這個分級制度會出現。所以講，阮就分紅燈、黃燈、青燈、較白燈。就是這個修復的青紅燈啦。4個燈，修復青紅燈。4個這個電火就是伊的警示記號。白色的就是完全無問題。你的電場環境嘛做好啊，你要來藝術品啊，你要來這個古董，伊的狀況好誒。啊，過來綠燈就是講，你的保存環境可能愛小可注意一下，注意啊。黃燈就是講，你這要安排，愛進病院，做檢查、做修復啊。紅燈免講啊，直接就去啊。上急診啊，就是開始一定愛修理。你無修理就上頂到迄個小朋友咧，無小心弄破的。迄就是愛隨修理啊，因為你後壁你有足緊張的代誌，就是講你愛隨電出，還是隨要安怎？所以講，其實有這個分級制度出來，其實阮的這個收藏家甲業主因就會較安心講，伊會當豆豆安排，啊也免講，因為你若是做緊急性的，阮講這個修復啦，真正咧修理的動作，迄攏是佇這內底算講較緊急性的搶救啊。啊，你這付出的這個毋知時間的成本，還是講真正的，都要投入非常濟啦，嘛是一定會較懸的。所以講你若是講有一個 maintenance，像咧車。逐個月有咧保養啊，你後壁你較袂去出一寡較大嘅問題啊。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講吼，這個文化
豆豆来建立吼，这分级的这个制度吼，嘛一直咧运行啦吼，嘛毋茫讲这个修复吼，医病这个工课吼，哪来哪侪人来做啦吼，啊嘛讲吼，这个维持这个文化会当哪来哪进展吼。顺贤在地拼修复，任重道远救文物，今日非常感谢咱所有的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的收看，咱后礼拜再会，感谢，多谢。谢谢。厝起伫故乡的平原，行过东山河的花，讲后花园伫遮。路若行，人愈济就愈惊吓。雨水入暝落袂煞，思念找袂到。不管当年的风台做偌大，旧山的乌